今日来甲恁介紹這款大金妙小貝，伊這差唔多是來自內蒙古赤紅嘅，你睇咯，伊個品質非常之好啊！你睇你個包裝真好，你睇咯，剛煮完啊好咯，裝出來個即刻差唔多就好打出來。你個那買落去來咯，免等我哋去邊幫去個邊幫節過加方便啊咯，我打出來可能睇下，你睇咯，菜嘅小貝啊吼，傳嘢嘅啊，你睇咯，你睇差唔多安尼啦。你睇個品質啊吼，做在好個，更可能睇你睇差唔多是啥，你睇咯。哈，無雜質嘅啊，全乾淨嘅啊，哈！伊這款大概吼，就是做15至20分鐘啊，吼，就能做出這樣嘅味油配出來。落來這啊，吼，就是油香油加，非常加好食。來，什麼做出來到這些你睇咯，哈，奶加加，哈，這些哈，我也變推出單，來這個好食這些，一口全香嘅，你話加隻全好嘅。這個來做可能叫食非常好，胃補脾胃。你若食物去食做安尼來食咪好咯，就安來食嘛好咯，免配醬噶。口感特別加好食啊！呢個是來赤紅好講，山地特經界來也袂貴，3根即係10外元定，5根即係20外元定咯。你從那個拍檔去食非常好食，你預算袂貴。